同樣係高音，一個輕到好似飄住，一個實到好似打出嚟。周深豐型高音唔係推上去，係用氣托住。你會覺得個聲係浮住上去。而家到 Wendy 拳型高音，佢係直接用密度打上去。每一個音都好實好穩，聽清楚差別。周深 Wendy 一個豐型高音，一個拳型高音，同樣係高音，你鍾意輕鬆咁飄上去，定係密度咁樣打上去？好啦，今日條片就講到你呢度啦，多謝收睇。非常謝謝大家。